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，这冰岛是连续17年拢是上安全的国家，排在第1名。来讲到咱台湾的排名是40名，退步2名。目前有战争冲突的罗西亚和乌克兰拢是吊车尾，因为这个评选呢是根据着这社会安全、治安、国内外冲突、军事化程度等23项指标去做分析的。有学者是认为讲，台湾若准加强防卫能力，是更较有机会降低区域冲突的几率。共军继续对台军事施压，国防部单地证实6架次攻击，5架攻击1架公布准交代，正规的军事威将也亲像记录攻击风枪声引动。空军强调，拢依规定实施广播驱离，要求严守飞行纪律。外界推测，枪声攻击也可能是民航技术。自以为是，你站得起来再说话了，好不好？一辈子都跪着，对共产党努力。攻击人对台威胁无长，台海局势紧张。最近几年，全球真济所在也发生冲突。2025年全球和平指数报告出来，冰岛连续17年是上安全国家，前10名位于亚洲国家，新加坡排第6，日本排名12，台湾退步2名，排伫第40。含伫正会的罗西亚甲乌克兰是吊车尾，路过更加是头一摆最后1名。乌克兰用无人机摧毁俄国火药库，双方的战火高达无平息。和平指数是根据包括社会安全、甲治安、国内外继续冲突、甲军事化程度等3大领域的23项指标，对全球163个国家排名。学者分析，强化防卫能力会更较有机会降低区域冲突几率。有新的一些武器，可是我们的一个战术思维、战略概念是不是可以跟上时代？所以并不是只有单纯的增加国防预算就可以去达到安全或者是和平。因为全球国家之间冲突的数量已经达到2战以来上悬，就是经济国加紧军事化脚步。台湾明年度国防预算9495亿创新高 ，GDP 占比突破3%。总统赖清德更加发声，2030年要达到 GDP 5%。学者认为，全球军事政府搁写入冷战了后的新悬，台湾要赶紧提升实质军备，协助强军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